用几何图案创造出风格单纯的画作，大量黄色甲柑仔色的抽象画，替酒店内底会议室增添活泼的氛围。这拢是出自艺术家霍刚的作品。我自己的话就是一种，可以说是天马行空，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可是妙不可言。这个色彩就是比以前明朗一点。我的作品呢是趋向于单纯，就是简单。有文风旅店之称的台南精英酒店举办精彩春意特展。分别伫14楼的贵宾室、含4楼的户外空间，展出抽象画以及雕塑，总共15件作品。两位艺术家霍刚以及李光裕，伫国内外艺坛拢相当出名。不谋而合，两位的创作理念都是融合中西的这个艺术的理念。然后可以把我们的东方的元素跟一些这些思想融入到他们的创作里面。那刚好跟我们台南精英的经营理念的话是非常 match 的。因为是世界级的作品，精英酒店嘛替喜爱艺术的朋友提供导览服务，同时邀请台湾艺术史学家肖琼瑞举办讲座，展览一路展出到5月底，欢迎大家前往欣赏。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